我换了手机号，第二天我就收到一笔5位数的保费，OK， 然后我就用它，一直用，马上用，旧的号码就慢慢不用了，大家要知道啊，电话号码是有能量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连我的新号码，我拿了新号码，手机号码，连银行啊都会联系我，他说，你的手credit card啊，是最近啊，前2个礼拜了，他就 call 我银行 ，OK， 他就 call 我说，你的credit card 被人家诈骗了，但是我们银行啊帮你 block 他了，block 着他了啊 ，OK， 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就要相信那个力量啊，就有时候你看我们的手机号啊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手机号会有那个能量啊去接触？因为每天我们在用这手机，对吗？每天打电话，对吗？每天打电话，每天 send message，对吧？